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照你丰盛的慈悲擦消我的过失，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也洗清我到无罪。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尔尔。伫你的目睭前行即号歹，致到你讲话的时显明罪义，判断的时显明公道。咱今日还佫伫过偌济个节期，咱三甲来用即首圣诗104首，耶稣真正死，佮活来献上咱嘴唇的果子。请咱会当来起立来做伙来敬。耶稣真正是个我，哈利路亚！天使世人团开看，哈利路亚！感谢因是出大声。感谢主，感谢伊救赎的恩典。咱为着安尼，咱也着将咱的性命、咱的所有一切来献上，来回应伊即个救赎的恩典甲听。咱第二首用我心属于你，咱来继续来敬拜。咱用华语来唱。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永远地爱我，我生命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
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永远的爱我，我生命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无法用任何的财宝代替我献上，成为感恩祭。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从头，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永远的爱我，我生命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永远的爱我，我生命属于你。主啊，在这里，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无法用任何的财宝代替我献上，成为感恩祭。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主，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无法用任何的财宝代替我献上，成为感恩祭。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愿我这一生，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咱犹原徛在咱三甲用使徒圣经，用听新的诫命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主伊亲像是先伊的总源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听阮下巴爸上帝是阮的主，阮搁一届用心灵甲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来献上阮的感谢，掠主最欢喜，领受你的供应。主啊，阮要搁一届认阮的罪，阮常常软弱，互世间的价值观控制，有侪的惊吓、担忧、无满足，互血气行伫圣神的头前。
愿求主帮赞，接纳阮忧伤痛悔的心，掌权伫阮的心思意念，赦免阮拢总的罪，医好阮拢总的病，互阮的心搁一摆活转伫你，甲你甲人的关系得到恢复。主，阮为着阮阮所想到的兄弟身躯的病痛，恳求主医治的神甲因同在，保守看顾，恢复因的健康。心内忧闷的，求主光照因的心，互因看到出路，有主引带，透放因的重担。出外工作无伫阮中间的，求主平平赏赐平安，甲因同在。主，阮为着南部的欠水，恳求主调度雨水来灌压，也赏赐社会各阶层的领导者有属天的智慧，甲疼土地的心来服务甲管理。阮也为着中国甲台湾的关系，求主掌权，互两岸通有和平、有公义、平等来徛起。阮感谢教会会当成做阮领受你的恩典的所在，求你赐福阮每一摆的组织甲活动，赐福伫服侍的同工甲众兄弟姊妹。阮特别为着下晡沙马团契福音活动，求主使用即个活动，互受你竞选要得救的朋友有感动，继续来超找认捌你。只是阮搁一摆将今早起的敬拜献伫你的面前，愿你接纳。你有赐福引带蔡长老，照着伊来透放你的启示，恳求圣神运行伫阮的心，互阮定心领受气力。感谢主，这是阮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请圣乐队学老因要吟的诗是圣诗17首，着主上帝唱新歌。主
感谢圣乐队真美好的歌声的娱乐。这是咱来恭守上帝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是伫马勒基书第3章第8节到第10节。马勒基书第3章第8节到第10节，这是由我来读。马勒基书第3章第8节到第10节，人检通偷摕上帝的物嘛？恁竟然偷摕我的物，总是恁讲，阮伫什物事偷摕你的物啊？就是伫应该纳的1/10甲利米，因为恁通国的人拢偷摕我的物，所以恁受重的咒诅。万军的耶和华讲，恁着用10分的1分，完全送入虎库，互我的厝有米粮，用即个来试我，看我果然甲恁开天的窗仔。摒福气，互恁到无地通下无。以上，这是咱要请蔡长老为咱正道。伊今仔日的题目是奉献的力量，第3讲奉献的福分。我们一起来祷告，前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个机会聚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求你的圣神降临在我们的中间。互每一个人有当领受圣神你的恩典，每一个人还知奉献的福分，我伫你的面前真诚真做你所欢喜的囝儿女。感谢主恩典，俄罗主恩典，感谢主，俄罗主安尼祈祷，奉最后所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来，这平安，这个搞准备隔壁讲平安，用咱的心去，用咱的心，真正用咱的心。恁来帮吼，今仔是咱挂口罩最后一个机会啊！明仔载开始的解除口罩的封令，但是无强迫的啦吼。你要挂唔挂，随在你会使无挂口罩就对吼，所以会使脱口罩安尼吼，所以吼，这2礼拜是一个真奇妙的2礼拜。我的丈夫伫3月29过身，足侪兄弟甲我问讲，你啥他无讲，顶面阮丈人真多谢恁，互恁拨一段工去甲阮丈人滴。阮丈即边的时阵。因为开始咧讨论这个个别式的定事的中间，阮太太有提起讲，阮丈夫已经决志要信耶稣啊，有睇咧影片互看，逐日都祈祷，足快乐的。阮舅仔是，阮倒是真和平的一个家庭吼，但是阮今仔惊讲，安尼毋知对子孙的毋好无做这个礼仪吼，对子孙敢会毋好？咱基督教吼，伊若无当人来咱基督教做，咱的用咱基督教的仪式，啊，对这亲戚嘛真歹交代，啊，对囝儿孙囝以后风水的问题、日子的问题，我都跟他们讲一件事情：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我们基督教没有仪式没关系，我们完全尊重。哦，但是我的岳母她已经得救了，她已经在天堂乐园的地方。所以大家妥协，嘛袂使讲妥协是因家己想出来吼。讲咱安尼，咱都莫发任何通知任何人，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参加，只有我们家人。我们9点40加祭，包括公祭嘛，10点开始公祭，结果我们没有公祭，9点40开始，9点55分结束，15分钟里面，礼仪师里面念了传道书第3章。从第1节念到第11节，那我就请我起来讲话。整场的礼仪没有说上西方，上老菩萨去西方极乐世界啦，这些代志拢总无讲。然后甚至那个礼仪师也说啊，那个老菩萨吼，真已经安稳伫天堂的所在。啊，所以这个礼仪我是觉得也蛮庄严隆重吼，但是整个大家的心也是觉得蛮受到激励。最后，阮的孙仔讲张啊，咱基督教迄个吼，颠倒感觉加足轻松啊，加足有庄严的呢，加足感动人的。我讲好，恁倒来信主，爸爸妈妈也毋准，我讲恁倒偷来就好啊。昨昏去富贵南山，富贵南山是我替找，我住台南吼，我富贵南山较熟，所以讲过富贵南山，富贵南山真水吼。所以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对讲其实
我们基督教传教并不是这么难，他们也不是这么没办法接受。但是我不否认那个排位的问题，那个看日期的问题，逼子孙的问题，是造成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有一种妥协。但是我们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我说我们都没关系，都尊重你们。反而我一直很尊重他们，反而他们觉得不好意思。应该的分析讲，不要给他这，你就干嘛讲？得一个医生买，咱就买；得一个医生买，咱就买。所以这2个礼拜，大概我们都只有去参加，在后面坐着，然后他们做他们的仪式，然后他们也很注重我们的感受，所以很少练到菩萨啦，很少练到阿弥陀佛，很少练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很尊重我的岳母，甚至说我岳母在天堂，这是我感谢的地方。那关到那个残障人士的气喘，本来是已经每次都是我硬撑着他去参加，甚至他们伊拢叫阮太太卖参加，但是阮太太作为大女儿嘛，我也是硬拉着我太太去参加，她连爬楼梯都爬不上去，就是硬把她撑上去。然后到昨天，我太太跟我讲说：“哎，好像好很多了，她一直气喘，已经好很多了。今天可以来做礼拜。”早上起来跟我讲，说伊要背面层背袂得来，可能卡气拢降起来，背袂得来。哦，那没关系，再给你请假最后一次，因为请假2个礼拜了。伊讲没啦，没问题啦，后礼拜都没问题。所以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就是讲能够做礼拜是一种福气，是一种福分。咱即摆开始咧调查吼，伫 COVID-19 解封了，对明仔载开始，咱就免挂口罩变自由，无强制。迄个咱的民间宗教，迄庙司建教有无做教建教？迄偌济人咧！我去甲问遐庙司，因讲因即摆防疫加偌济咧，香火加偌济人来咧。庙是有增加信徒哦。更好玩的是天主教。跟他们在讲，天主教说没有啊，一解封以后，我们信徒都回来了。这天主因为信徒也比较少了，所以他们回来大概也是他们的，但是他们都回来。然后我们基督教做一个统计，尤其传统的基督教会有流失非常严重，所以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自由敬拜。自由敬拜不是讲咱咧迄个赞美，咱咧敬拜赞美中间有一个叫做自由的敬拜，等于讲你有信心感动的人，你就随意的，你可以哼唱，你可以对主的祷告，或者我们有很多教会是圣灵的感动，要供几音方言，那个其实是几音啊，突然敲个钟，大家全部都停，那个看来好像不像圣灵的感动哦，好像是人为的操作。可是我们不否认。我们传统的尤其长老教会里面会有的流失率很高，为什么？因为现在双联教会甚至在讨论说，他们用就是双方式的，一方面对青少年他有一个很豪华的敬拜，然后让他们在家里看就好，只要他们相信上帝就好。原本比较老传统的信徒就来教会做礼拜，所以他们大概少了一半的人。一般的人在教会做礼拜，那叫做自由敬拜。你可以选自己的喜欢的时间，现在我们是10点嘛，你可以选11点，等你去睡起来以后再打开来看直播，反正直播随时都可以看。或者说那一段你不要的，你就把它跳过。今天圣歌队唱不好就跳过，今天讲到不好就跳过，好自由。这个名词是在欧美开始有的，所以到欧美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怪。欧美礼拜去做礼拜尤其是欧洲并无人啦，教堂足水的呢，做什么？做观光客的地方还要买门票。你去圣彼得堂，你就是要买门票。他们有没有在望弥撒？有啊，礼拜天有啊。我们有一天礼拜去，神父就在主持望弥撒，前面坐着就是那些红衣主教等等的，看起来不超过30个人。我们去英国。苏格兰那边还好，我们到格拉斯哥，那个礼拜堂唱得非常的美，非常的好。可是到英格兰这边，我们居然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去我们那个长中去的，我们找个地方做礼拜，找很久，结果人家一直跟我们说哪边有教会，去那边教会一看说，没有礼拜，那个教会已经政府收归国有了，做观光客的地方。最后终于找到一间教会。找到一间教堂，那个教堂很前面，有一堆人，大概20-30个人在那边做礼拜。他们说是借跟政府借教堂来做礼拜。那法国呢？
法国是不是也教育也难找？会不会？啊？不多。其实欧美都这样，他们相信上帝，可是他们已经被自由敬拜这种氛围所干扰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说只要我有敬拜上帝就好，就是那个心。所以解封以后，庙事反而会增加。为什么？赶快祈求这段时间我赚了很少的钱，让我赶快拜一拜，让我把以前这2年所损失的钱、所损失的钱给赚得来，有百有波比。天主教那条固定的仪式，所以那个仪式慢慢变成说，反而是他们敬拜的一个源头。所以我们就开始在讲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信徒知道，礼拜天做礼拜是一个很大的福分。今天我们再讲到奉献，我们讲到最后一讲奉献的福分，我们是否因为福分而奉献呢？你是不是要得到福气来奉献？上帝啊，好，我今日给奉献1万块，拜托你嘿，我这边做生意，但赚3万。在庙里你可以这样祈求。所以有一次我在天家教会，那个林牧师在跟我讲说，在跟我研究说，他们有一个叫做祷告，你要祷告的事项写一写，就放在你的那个口袋里面，那叫祝圣，让你的愿望能够实现。那旁边有一个会友就问我说：“蔡丁乐，我若写讲，我即摆要开始做生意投资100万，上帝我700万通投资安尼，会使写袂？”我可以啊，写上帝不知随应问袂？我得看你的心吗？你若相信上帝感觉你有欠的这700万，上帝认为这100万你会给你的，你会拿到啊。可是如果说因为你这个样子，认为上帝会给你这个福分，你拿不到，所以这是两回事。就像我们在司法院里面经常讲一件事情，我们在司法官训练所都讲说，无欲则刚。你一个法官，你要没有任何的欲望，你就照你的公平正义你去审判，你就是刚强的人。如果你说有所目的，今天碰到这个大官我对他好一点呢，搞不好我会得到一些福气。以后他会提拔我。我见过2任司法院的秘书长跟那个司法院的院长，都是我很亲的亲戚，我从来没有讲。那是我表姐的，等于我的表姐夫是他们的弟弟，可是我没有讲，我就一直很顺利的，一直派去当院长，都很顺利。直到我来监察院90周年，2年前的90周年监察院纪念日。那个赖浩明院长来，跟他太太古登美来，我在那边，因为第一场是我主持的，讲完之后我下来跟他们在打招呼。他你知道咱你说你喏，我讲我应该该叫姐夫啦。伊讲是安怎？你就是明美就是我的表姐呀。你来无讲？对他们来讲都很惊讶，因为照理讲，你如果讲出明美。我就是明美的表弟，哇，在司法界里面，大概我的提拔速度会非常快呀。可是我觉得已经很快了，可以了。所以如果我今天讲出来，人家说迄个啥物人的亲戚，不怪讲特别拢先足紧呢，我从来没有讲。我也是228的受害人，我也是美丽岛的受害人，这个我从来没有讲。讲的话，人家会这边说，因为你是228受害人，你来当监委。我从来没有讲这些话。今天我在告诉各位的就是我们的奉献，你的心。今天我们认识马拉基书最后一为圣经查马拉基书，这就大家都熟的呀。那大家在讲奉献的当地的福气，都用这则圣经查啦。你说他错吗？没有约书亚是成全律法，而不是废除律法。但是不要忘记，约书讲的是精神，而不是每一个字。你没有奉献1/10，什么叫做当纳的1/10？有的牧师甚至把它解释什么叫做当纳，就是你每个月薪水来怎么样就是1/10，其他的怎么讲了好多的规矩，那跟摩西有什么一样？所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新约从来没有讲11的奉献？为什么要讲11奉献？奉献是心甘乐意，心甘乐意的奉献是主悦纳。你11的奉献会不会得到祝福？会。但是如果你因为了得到祝福而11奉献，那个就不一样了，神不见得会祝福你。
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会友都能够很清楚的了解，是否会得份而奉献 ？No， 错。但是奉献会不会得份？会。但是结果，我到70岁之后，我猛然发现到说，其实真的那些很甘心乐意奉献的人，上帝真的很祝福他们。我们就讲一个比较白的例子，王雪逢，不管你对他政治那个认同不认同，他威盛啊，有一段时间那个股票快下市的感觉，快完蛋了。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其实我不管他政治立场一样不一样，可是我很感动的是，他每一天工厂一定有祷告会以后才开工，但他不强迫员工参加。他的员工好多人参加，他员工好多人这样信主。然后那段最困难的时间，王雪红照常每一天跟他先生，他的把董事长让给他先生，每一天他们一定请牧师来主持早晨的礼拜晨更，之后才开始开工。结果他的公司不但没有倒，反而现在更兴盛。他就讲一句话，那说上帝的恩典，因为我要照顾好多的人，所以各位不要忘记，不是为了得福分而奉献，而是你的奉献，出于心甘乐意的奉献，与无所求的奉献，上帝会祝福在你们身上。所以耶稣对我们理财的训示里面特别强调什么？你要积攒财宝在天哪！你不要只有觉得我现在留下多少给我的子女，我要多少赚了多少钱。我再强调哈，我鼓励大家赚钱呢。他们说：“哎，你不是牧师，所以敢讲这种话，会有不会反弹？”我说：“怎么会反弹？赚钱是应该的，合法的赚钱的。我讲的是合法的哈，不是当法官贪污的赚钱哈，不当政客贪污的赚钱，合法的赚钱是应该的。你合法的，你做生意的人合法赚钱，求上帝让你生意越做越大，赚的钱越多。但是不要忘记，你的奉献，你赚的钱是上帝的，你要心甘乐意拿出来奉献。这两回事哎。他说我们基督徒不能讲赚钱，上帝没有讲不能赚钱呢，上帝只是讲说先后的顺序。上帝跟你强调的是什么？是先后的顺序。你们要什么是轻的，什么是重的，什么是先，什么时候？这个轻写错哈，是轻重的轻哈，不是清明的清哈，轻重的轻。什么是先？什么是后？什么是爱？什么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出于你的心的奉献，上帝在看你真的是出于心的奉献，上帝会加倍祝福给你耶。尤其你们年轻人，我希望你们记住这句话。从老年人讲的话，你们应该听啊！上帝会祝福给你们，你们只要出于心甘乐意的奉献。值钱吗？钱当然包括在内，更重要的是什么？全人的奉献。你还不会赚钱，那我就没办法得到福气的。我还不会赚钱，我每个月打工就500块啊！我怎么奉献？你可以参加团契，你可以在圣歌队，你可以去传福音呢，你可以替人家祷告，你可以做好多关怀，你可以做好多的奉献。所以我们为什么前几讲一直跟各位强调，奉献不只有指金钱，奉献只有指什么？你全人的奉献，你的心的奉献。为什么？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呀、你们先求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上帝会将这些祝福赐下给你们呢。我在这一辈子里面所经历的，甚至很多公务员跟我讲说：“蔡长老，你讲爱总机红的话，总机红的有没有取消？那个马拉基书那个就业时代的11奉献是不是已经取消了？在训练里面没有讲11奉献呢？”我说哪有取消？没有啊，耶稣说成全律法，只是所谓的11是你的心意的问题。你可以奉献11，你可以奉献19。诺克菲勒奉献了9%，因为他觉得上帝给他更多的恩典，所以他管他1/10都比我们的多得多。奉献就是照你的心愿呐，你但是求伊的国义，上帝我奉献这钱给你，所以咱拢过去叫做做事工的内容，其实奉献不是干那做事工的内容，做事工的内容是一部分。
所以很多牧者要求加薪，只有讲一句话：你看现在我们奉献那么多，所以我的薪水应该增加。你是要奉献呢，会有奉献不是增加你的薪水，会有奉献是做什么？是做上帝的事工，是做公益的事工。有时候你教会的奉献没那么多，你的公益事工奉献很多，那也是一种奉献呢。讲奉献一定有在教会，古代在旧约时代是因为这个样子，旧约时代是很多。其实刚开始的奉献不是指今天的奉献，指什么？收成的奉献呐。我给你，今天我的收成100公斤的稻米，那我奉献10公斤。以前只收成那我这10公斤做什么？今在送佣人啊，因为不是大家都有钱嘛，所以教会里面反而是什么？将有钱的把一些东西挪到没有钱的。所以他们一直在讲说写我的那个传道历史，我说只要不具名，我都可以讲无名的传道者跟你们讲。但是我在盐水也一样啊，一大早盐水足侪人拢会家己种菜，那个饲鸡饲鸡因着太太咧，家己放到冰箱，规个菜拢放到牧师馆。我是礼拜天，那礼拜完之后我会休息一下，然后就去探访会友然后看一堆菜我就将那些菜啦，遐鸡仔肉去分遐较散的遐，处理家己较要拢分好了。一段期间大概1-2个月，大家都感觉到说，我拿给带场落遐菜拢去分了了啊。所以有诶较好诶，譬如讲刣鸡啊，还是刣刣就较好食诶拢唔甲你讲到时5-6点敲电话，带场落你这人伫倒，敲电方便无？看我去你遐，是你来我遮一个，我讲啥物代志？去较早讲。下早迄个菜你去分，我知你分了但是这个菜你都要对你也分，袂当去分这你摕对食啦。所以那个会有好可爱他还是菜会摕来然后遐啥物去鹅肉遐较好，还是煮啥物啥物有诶无遐较好食诶买咧互你要对他摕对。其实不是我喜欢那个，我是看他们的心呢。真的会有一直在增加，所以我们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啊。我们的奉献不是为了得福，但是我们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我们就得到奉献。最近这个新闻闹得很大，大家都知道。那其实用另一个角度，很多人跟我讲说，其实他们有去参加，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很好玩。你看见到都是大明星，以后出去跟人家讲说，这个人当叫我吃饭呢，我真没得当做伙吃爱餐呢。都是大明星，都不错所以我们教会也应该找一些大明星来举办爱餐，你们出去可以炫耀一下。颜总经理颜志宏总经理真没得叫我做伙吃饭，阮2个真没得倒来爱餐的，阮逐礼拜拢做伙。做礼拜真的要为个人来吗？要不要我每个礼拜跟大家吃一次？以后你们出去讲说，我每个礼拜都跟蔡崇义监委一起吃饭呢，这个什么啦？你是要敬拜上帝还是敬拜人呢？你看我们这个在里面就开始闹，我一直觉得说，不管这个怎么样，你用协会的名义，这些支出上，不管有没有逃漏税，这个好吗？会有的奉献不是为个人呢，会有的奉献不是为了吃大餐呢，会有的奉献是为了上帝的事工，为了那些弱小的人民，为了是什么？班长足少的呢，我就跟你讲个这清楚，讲你那班长迄个弱势者，迄个真正班长是主要所基督的。你要看结果，后面的结果，咱不要讲伊无，你来宋立民去查税的结果，他是没有逃税。可是我看到的细目又也吓一跳，没有逃税是没有错，可是他们有报所得。那个阿妹是认为说，我都没摕遐济钱，你现在给我报遐济，他是讲这句话，但是问题是他把所得分散了，是有报税。问题是，为什么大家都可以赚，好像在赚钱一样？这个好吗？要不要我们从今天开始的奉献以后，我有讲到呢？那个奉献以后，今天我们你也有指挥嘛？你分1%好了，我分，你分1/10，我分1%。今天的奉献，我们2个来分一下。奉献不是我们要分的，奉献是做事工，奉献是帮助那些弱小者，所以我们的爱餐不是丰富的爱餐，我们的爱餐是2个包子，一个包子是菜包，一个包子是肉包，
我很喜欢这个样子。我到任何一个教会都有爱餐，但是那个爱餐都是最简单的。为什么？是让我们能力用的而已。是否人人要十一奉献呢？我们经常问这个问题耶。哎，咱看嘛咧，哦，蔡总理，有1/10咯，啊，什么人？哇，这个人无。政委，你有没有1/10奉献？不要问人家啦。心甘乐意，你凭什么问人家？你问人家跟谁一样？跟那个法利赛人，跟那个税吏的在祷告一样。法利赛人说：“哦，主啊，我每个月都有1/10的奉献，我每个礼拜都是禁食祷告2次。我不像那个税吏呀，哎呦，他都贪人家的钱呐。”然后那个税吏在那边捶胸：“主啊，我不对了，我不对。”上帝会喜欢谁的祷告？他喜欢是税吏的祷告，出于内心反省的祷告。那个法利赛人1/10奉献，在上帝的眼中根本不值。天下都是上帝的，所有的钱财都是上帝的，他需要你的1/10奉献的。但是如果你出于心的1/10奉献，上帝当然悦纳。但是如果你是为了1/10奉献，让人家知道说，哇，我奉献好多钱，我好信仰多好，我好虔诚。耶稣笑他耶稣讲那是比喻的，耶稣反而笑哎呀，所以就耶稣反而是讽刺他，你只要做表面的，让人家知道。所以当时七堵教会献堂完之后，他们写有一个献堂志，献堂的日志在写，然后再写教会简史，本来要写我这一段，都被我把它删掉，就把牧师提到前面去，写的全部是牧师在做这些事情。尤其现在那个李牧师写的更多，好像全部是他做的。别人讲他真的没有做，没关系，直播出去。但相对的，我们要的，你如果在纸上已经受到渲染，其实在上帝的面前没有得到祝福。我们要的是什么？心甘乐意奉献。所以人要1/10呢，1/10的奉献是从亚伯拉罕那边开始。但是从麦基洗德的1/10，最后利未人的1/10。为什么？利未人是完全全身的侍奉，他们都有分封地，11族都有分封地，利未人没有，所以他们用1/10的奉献。所以我们经常变成说，那是一个，对于那个事工的奉献。其实，在新约里面讲得更清楚，不是做教会使用而已，要公义的使用，对弱势的使用。所以那个自称为义的法利赛人，在神的面前，神所讨厌。我们真的不要这个样子。奉献是奉献，我还是鼓励各位一定要奉献，奉献越多越好。但是千万记住，不要比较，不要为了让人家觉得说我的奉献比别人多。你看我在教会里面，你看我就是不一样的人，我奉献比较多。你在教会就得到赞赏了，在天上你不会得到福分。可是如果你很谦虚的奉献，你奉献又很多，上帝真的会加倍祝福你。所以我们要记住，奉献不是对价。上帝，我跟你奉献1块，你要赏赐我2块，我跟你奉献10块，你要给我100块，那是妙。所以提到奉献，其实奉献有一个名词，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什么？父母对子女的奉献。无私的奉献，有人甚至去法国当台劳，那个奉献有没有求回报？没有呢。所以对上帝的奉献，就要像父母对子女的奉献，不求回报。但是有没有回报？绝对有。有是我讲的，不是你们奉献的人要讲的。所以要很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要将上帝的恩典全然献给他。那么恩典时代的奉献是告诉我们什么？你们只要心甘乐意的奉献，兼得乐意，是神所喜悦的哦。所以你的奉献不要讲说，这个礼拜刚好我没有100块，我们通常奉献都用100块，我没有带100块来，那个我奉献1000块，好舍不得，不要奉献。你舍不得就不要奉献。你下礼拜的奉献我也不反对，但是不要为了舍不得而奉献。所以有时候到教会来，你刚好带一个新的朋友来，然后这个新朋友到奉献的时候，那个执事就拿个奉献袋在他面前，他在那边找了老半天。原来你们教会还要付钱才可以听讲道，找了老半天，把旁边的人赶快拿一个100块给他去奉献。所以说原来在中正教会做礼拜还要缴税。
不要为了缴税啊，我们要心甘乐意耶。那只是目睭抽较金嘞，看到人咧任钱，你紧摕你边仔去，不要在那边就等他。以前还用盘子诶，各位有无？较早以前搁摕盘啊，先看卖你风险偌济，风险偌济。啊，你若拄好摕迄个10箍诶，空者歹势，迄个鸡蛋啊，搁行落搁有啥？上帝不看这个啦，寡妇2文钱，东，上帝说好。我们要的心甘乐意哎，这神所喜悦的哎，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什么？其实奉献对谁什么？将全身献上，身体献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全人的奉献。我们知道奉献是什么？是理所当然，是全人的奉献。我们说现在得人企业，我们要得人是什么？全人的奉献呢？我们要让他要得人，让他出去社会工作的时候，让他能够找到好的工作，这是种奉献。让他能够心理上，让他能够养他的家，我们帮助他，这就是马太福音25章所讲的。你说我在中间教会，我可能献的金钱很少，可能在社会上做了很多的公益，也是很奉献，为了主的名而做公益是一种奉献。第三，奉献为什么会得福呢？我速度快一点。圣经讲，你当那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上帝会祝福给你，让你什么无处可容。会不会呢？绝对会，但是前提还是一样哦，出于你的心哦，就像你的父母对子女一样哦。你父母对子女的奉献，就是说那个养儿防老嘛。考场就讲，就甲做某，我会讲一听哦，一个月我500块给你，后边我若老你爱5000块给我，我对你甲做某控制。不要这样子啊！父母对子女的奉献没有要求回报，没有要求回报才是真正的奉献呐。上帝对我们是没有要求的回报，所以我们给上帝都是出于我们的心，就看上帝的恩典给你多少。奉献就是一种恩典啊。所以如果你懂得对上帝感恩的人，你就一定蒙福嘛，这是一定的嘛。所以钱是我赚的，为什么要奉献？有人今天问呢，钱是我赚的，钱真的是你赚的吗？玉芳，钱是你赚的吗？当然是你赚的，没有错啊。可是上帝赐给你。你要知道，我们所做的，我的薪水都上帝给我的。公务员经常问我说：“可是你看我1/10，我做1/10不奉献，我的薪水反正是我祷告，上帝也不会给我加薪啊。”可是这么长久以来，我们就发现到，连公务员推荐1/10奉献的人，每个人家平平安安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你看光那些钱就省了多少？等你身体生病的时候，才知道说：“哎呦，上帝啊，早知道我就奉献，我就不会生病，都来不及了。”这个不是为了不生病而奉献，上帝自然会帮助你哎。所以我们所有的都是耶和华的，我们耶和华是一种感恩的奉献是什么？跟神亲近哎，跟神亲近的人一定什么？就一定蒙福哎。你看，你跟你爸爸妈妈很好，爸爸妈妈会不会特别疼你？会不会给你好的东西？好吃的东西会留给你吗？当然会呀、你像上帝留了一些好吃的东西，你都不来找他，那东西坏掉了，他只有我们家反正经常的，问到迄人家高山啊，好吃的东西，伊若爱食的吼，绝对迄人家高山啊。我若无煮，有当时甲夹一喙啊，阮太太就会念啊。迄没有上的，你搁多甲加，无煮我知。但是相对的，我们跟神有这种态度，神每天在其他。每个礼拜希望你来跟我聊聊天，跟上帝聊聊天。结果，哎呦，这个礼拜无闲啦，后礼拜我才来啦。有啦，我拢有咧看电视啦，自由敬拜。上帝讲，敢若像过年啦，你要倒来过年无？阿爸，我咧无闲啦，我有啦，我都无咧关心你啦，打电话就好啊啦。我看以后你跟父母都打电话叫我，都不要去看他了。你觉得父母会高兴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奉献是跟神亲近的。你的心在哪里，你的钱财就在哪里。你的心如果在上帝，上帝会赐福你赚很多钱。你在奉献，上帝在赐赚更多钱。洛克菲勒就是体验到，洛克菲勒的时候他从小时候妈妈就跟他讲说，你要将你全心去奉献。所以洛克菲勒不是奉献1/10，他从开始赚钱以后都先奉献3/10，最后奉献4/4，最后奉献5/5。他最后发现到说什么？越奉献钱赚的越多，最后到奉献到9/10。
还剩下很多，最后他干脆成立一个基金会，就全部的钱都奉献，叫做罗捐，全部捐出来。这个很奇妙的东西。我的朋友里面也有很多基督徒，尤其在长大，他们都体会到，捐的越多，台南纺织那个杨前锋，就是我们长大的董事，他就说。他自己本身那件衫我看伊他那个外套我看出10单拢穿迄束外套啊，拢伊台南纺织改出产的外套。佮甲讲，蔡定文你买无？我遐一领互你，伊嘛遐一领互我。我讲我对你咧穿10单但是奉献足甘的。伊就讲啦，我都愈奉献奇怪，我台南企业上市公司啦，台南企业都愈趁钱呢。怎来伊嘛毋知，就反正愈趁，愈趁伊就甲奉献，愈趁就愈奉献奉献到尾，都毋知道上帝都趁着奉献，若叫伊做当初奉献就奉献，叫伊卖做伊就卖做，对他来讲那个都不重要，只要能够奉献就好。所以神可喜悦的是你慷慨的奉献。所以我们讲说什么？你奉献越多的，彼得问这里5000的。上帝给你5000去做生意的，你奉献5000，上帝再给你5000。你那1000块埋在地上的，你还想说我们只有1000块，我没办法奉献，上帝就是不给你钱。我们真的要去体会真实的奥秘是什么？你的奉献越来越多。最后一个，因为时间的关系通常我都会讲一个比喻，因为我觉得比喻能够把我们的带出来。有一对家庭很穷，爸爸也不幸很早过世。妈妈身体不好，3个姐妹非常乖，她们都是打工，几乎全部的生活都打工。有一天，那个教会是个乡下的小教会，牧师说这一次的感恩节，我们教会所有的奉献，我们要去帮助我们教会最穷的人家。我觉得这牧师也怪怪的，不要讲最穷的人家，把人讲最穷的人家，这个真的是。要我们来讲有点伤自尊心，但是那个教会牧师讲说，大家因为这个教会大家普遍都很穷嘛，所以我们今天尽量你把钱尽量奉献。那在感恩节那一天，我们把所有的奉献收起来，要给一个最穷的人家。所以这3个姐妹听到回去跟妈妈讲说，妈妈，我们想办法要赚更多的钱，让我们的钱可以去帮助这些最穷的人家。所以3个姐妹晚上又去打工做，反正是人家任何年工，他们都做，一直积钱，哇！终于他们积到多少钱呢？哇！他们有20块的，他们有10块钱的，他们就把所有的零钱去换成20块的换成3张，10块钱的换成1张，总共有70块。当时70块是很大的钱呢。他们想妈妈好高兴，这个礼拜我们有70块可以去帮助那个最穷的人家。哇，3个姐妹穿的好整齐跟妈妈他们今天去做礼拜，好高兴，结果70块特别装一个信封，装的好漂亮的信封，写了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帮助这些最穷的人家，让愿主祝福他，就丢下去了。回家好高兴，我们总可以帮助人家。到晚上，牧师牧师来，某姐妹你在家吗？在啊。牧师说今天是感恩节，我们教会要选一个最穷的人家所以今天的奉献有20块的有3张，10块的也有1张，其他的呢总共有17张1块钱的。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的感恩节总共有87块给你，你是我们教会最穷的人家。这个姐妹就愣住了，原来我们家最穷原来我们家最穷。默默说起来，谢谢牧师。那3个姐妹刚开始是好难过，他妈妈就笑一笑。他说：“上帝都有他的旨意呀，让我们知道我们穷，所以我们要更要应该爱上帝。我们再把这个钱再奉献出去。刚好下个礼拜是个非洲的宣教师，他来这边做宣教。宣教的时候告诉他们会知道盖一个礼拜堂，需要100块美金，可能就是现在100块美金，那时候100块美金很多了。我们需要100块美金。我知道我们教会可能很小做不到，但是我会到四处教会去募款我的目标就是希望各位尽力帮我们这些非洲弱小国家做奉献姐妹听到好高兴，赶快把那个信用87块赶快丢进去。
结果那一天的奉献，好高兴哦！那个宣教师等了奉献，他说好高兴，这个礼拜我终于收到超过100块。87块，还有10几个人奉献1块钱，总共100块。你们这个教会实在是非常富有，我相信你们这个教会一定有最富有的人家。这三个姐妹回去跟妈妈讲说：“妈妈，原来我们家是我们教会最富有的人的家庭。”亲爱的姐妹们，我希望大家都是教会里面最富有的家庭，心甘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不要比较。奉献没有谁多谁少，比较是你神看你的内心。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都成为最富有的家庭。因为在你的身上，我们发现你的谦虚，发现你的牺牲，发现主耶稣你全然的奉献，我们也要全然的奉献。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蔡长老真好的信息的勉励，下面咱来回应上帝话，咱三甲来吟诗圣诗第374首，听起救主出声得救，请咱来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只是备办心来奉献。
请咱一同起立来吟奉献诗歌。请咱游员徛地，咱来吟上咏圣诗第388首，荣光归圣父上帝。上咏吟诗刷，请林牧师为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即时起到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我来简单报告。咱下注意圣港的轮值，请有迄个备办心吼。消息报告的部分，咱为后礼拜开始，咱聚会就无强制带喙暗吼。过来咱今日礼拜后，咱游员有小组的分享。咱的迄个进度，咱家己来看，马太福音甲约书亚记吼。过来咱下晡咱迄个撒马团契下晡2点伫教会4楼举办咱的福音的活动，爱的代价吼。欢迎大家邀请朋友来一同来参加。过来咱即礼拜拜5 4月21号。咱有迄个长青乐活游台北吼，是咱的迄个关怀中心的活动吼。咱要去白石湖吊桥甲和平岛公园一日游吼。咱8点20吼，拜5的8点20伫咱迄个教会迄个巷仔口遐要坐车。请咱要参加的兄弟，咱会记得。咱爱查迄个身份证，也是迄个敬老卡吼，会记得来查这吼，个会当穿较轻便，个迄个有查咱的饮用水吼。过来咱对4月起，咱的每礼拜拜5暗时7点，咱拢有伫教会，咱有迄个祈祷。查经祈祷会吼，咱请咱兄弟嘛会当踊跃来参加。过来咱新安公的读经的进度，咱就家己来看吼。安尼即是咱就请叶长老来为咱讲解咱即礼拜的即个查经的进度，谢谢。亲爱兄弟平安。
咱顶礼拜就是讲读完即个马太福音啦，进入伫即个约书亚记。约书亚记上尾迄个马太福音上尾就是讲交代讲咱去，招万民来做百姓啦，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既然耶稣所教示咱的，就教示因来行。耶稣讲，伊就要甲咱同在啦，到世间的落尾，到世界的末了，他就跟我们同在。那耶稣亚记最主要就是作者就是耶稣亚，我们知道，耶稣亚就是一起跟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在帮助摩西的那个少年人。那个少年人他其实耶稣亚他有几个第一个他常常都在那个会幕里面常常都在会幕里面。再来他上西乃山的时候，那一些所有的那一些长老那一些显出来70个长老他说还有那些人民看到那个地震还有雷鸣，还有那个闪电，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要去了，摩西你自己上去西奈山就好结果谁跟他去呢？就是耶稣亚跟他去耶稣亚还有在征战的时候，跟那个一开始在征战的时候，出埃及征战的时候，那个摩西上那个山上去上山上去的时候，阿伦跟侯尼两个底下帮忙就是耶稣亚带领他们跟撒玛利亚人，跟那个阿玛力人跟阿玛力人的征战，就是迄个耶稣亚在耶稣亚记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耶稣亚神就叫他说你要刚强壮胆神特别应许他以前怎么样跟摩西同在现在也会跟他同在接着我们知道耶稣亚记所记载的就是1到5章，就是他们要进入迦南地嘛6到12章是在征战，把征战从南到北南跟北，先北了然后再攻到先南，然后攻到那个北边那一边去了13章以后就是分地分12个支派，分那个以色列这个迦南地的地方。再来22章到24章是耶稣亚要去世以前交代以色列人一定要敬畏神一定要敬畏神我们看的时候就知道说，一开始的时候，耶稣亚记就是神的信实跟神的公义。神的信实就是他应许以色列人可以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确实就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在那边立国。所以读耶稣亚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个整个以色列立国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耶稣亚记里面再来神的公义是什么？为什么会把那个迦南人消灭掉？圣经有记载说，因为迦南人他的恶他的罪恶满了，所以神才差派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第一个我们知道，第1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神勉励耶稣亚要刚强壮胆。接着我们知道他要进迦南地以前，要先经过约旦河那个约旦河其实不宽约旦河比迄个淡水河更较矮其实不宽但是那个圣经有记载说，那一个是收割的季节，因为拄好黑门山遐的水会扬起扬起了迄个水会流来就会变成比较宽，水会涨起来这个最主要是说让以色列人知道说神是他们的神所以他说约柜要先进到那个约旦河的时候，那个神就让那个约旦河的水停止了有人说这敢是真的啦敢是假的啦但是我们知道在1700多年的时候，那个约旦河的水在那个地方同样那个地方也曾经截流，就是水曾经断掉多少？断掉10个小时，这是阿拉伯人记载的。再来好像1906年也有一次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个地层下陷，突然地震的时候，那个下陷裂开，因为那个地方是裂谷啦，刚好一个裂谷所以那个地方就造成这样了。所以有些人说，神刚好在那个时间
使那个地震发生的时候，那个就产生了。所以后来有2次的时候证明说曾经是这样。目的其实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敬畏神。特别耶稣也这样讲，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要让以色列人敬畏神。再来进去迦南地以后，他们在吉甲那个地方，吉甲那个地方他们行割礼了，因为在旷野40年的时候，在旷野生的人没有行割礼，有40年的中间没有行割礼，所以在那个地方，在吉甲那个地方一过了以后，就在吉甲那个地方行割礼。圣经有一句话说把埃及人的丑日也那个得给羞耻啊，在埃及人的在埃及那个羞耻啊，把它去掉了，把它滚掉了其实这有2个解释，一个解释就是讲，在埃及遐做奴隶410年啦，410年的时，迄个羞耻该除去了。第二个就是讲啦。讲第40年的中间遐埃及人笑遐以色列人，讲你要出埃及，恁讲要去建立恁的国家，结果你看，恁的上帝互恁伫遐洗40年，洗到老一辈拢翘去啊！埃及人是这样笑他们，所以他们就说进到吉甲，已经进到迦南地了，所以就把那个羞耻把它去掉了。这有2个解释。过来伊要进入耶利哥的时，要攻耶利哥。啥来攻耶利哥呢？咱知影以色列迄个所在，耶利哥迄个所在，其实靠近迄个耶路撒冷也无偌远啦。底下攻那个刚好是中心点啦，中间的地方，所以往南往北都可以攻。所以底下先进入伫吉甲遐了，过来就攻入耶利哥。咱知影要攻入耶利哥的时，讲上帝有一个使者出现啦。所以约书亚问讲，伊有举一支剑嘛？所以约书亚问讲，你是敌方的人，还是要来帮助我们的？那一个人，那个使者怎么讲？说我是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万岁啦！所以耶稣亚就伏在地上说，就把主权交给他。其实。研究了有在问讲这个是什么人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耶和华的军队是什么？出埃及记在出埃及，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啊，圣经有记载。圣经怎么记载？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10年，满了410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就出了埃及。所以以色列人全部都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那一些来是要带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其实就天使长说他是来要带领，因为神的应许啊，神的应许所以伊就攻耶利哥。咱知影攻耶利哥的时，耶和华说小谕就是讲甲互耶稣也知影讲安怎，知影讲伊要攻耶利哥不是靠人的手啦，因为耶利哥其实耶利哥在水平面下就海平面下大概270公尺。所以咱知影，咱读圣经，耶稣捌讲啊，举一个比喻啊，浪子，迄个好的撒玛利亚比喻，讲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啦，讲路到耶利哥，所以耶路撒冷比较高，那耶利哥比较低，就是海平面下270公尺。他们去攻耶利哥的时候，那个城其实我们知道，那很奇怪耶和华跟他们讲说，你就一天绕一圈，星期一绕每一天绕一圈，到安息日那一天呢，你就绕7000嘛，绕7000，然后大声的喊。头前大家拢叫伊点点，拢袂使讲话，干那等下分那扫角，那个羊角的声音听起来其实很凄厉啊，很，都是讲听起来很，没那讲，很不舒服啦，很不舒服。安尼，逐工行一日，安尼洗了，就会当第7天。你都要攻入城，所以第7天洗7年的是讲大声话的是城作倒去，所以咱会感觉讲哪阵咱敢教啦？我们敢吗？就是每天这样绕，里面的人其实很强悍哦，你敢教？所以其实耶稣亚记所讲的，其实都是一个讲信心的问题，就是神的带领的时候，你的脚敢不敢踏入约旦河？你敢不敢在耶利哥城那边绕？那个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但是因安尼做的时呢，上帝就互因得到迄个所在为业啦。咱知影到耶稣亚上尾遐咧，上尾安怎写咧？
讲耶稣亚去世以后，那一些曾经看见这一些神迹的人去世了以后，哦，他们还敬畏神哦。啊，后壁无讲啦，师父记就讲啊，讲后来呢，遐个人过往以后，看见这新家的人过往以后，因都无敬畏上帝啊，煞去拜什么？拜本来的迦南地的神啦，所以上帝就离开因啦。哦，上帝离开因啊，所以其实那个很清楚了，以色列的建国是建国在神的大能力之中了。啊，所以后来到1946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哦，就是几年前尔嘛，哦，1946嘛，第一次世界大战建衰的时，以色列复国的时，也是在神的大能之中了，都是在神的大能之中。所以咱读这个时，读旧约的历史，互咱知影上帝是永远活的上帝，不管每一个时间，伊是咧看顾咱。啊，咱只有交代上帝。哦，啊，这是我今日和各位分享的，多谢。咱请圣乐队为咱唱祝福的歌，啊，咱通庙道闭会。先来报告一下吼，咱有去抄迄个圣经嘛吼，啊抄圣经旧约的卷吼，拢较长啦。啊，所以咱旧约的卷的部分吼，咱请会当从一个家庭里面，你就抄一卷。像我要讲，我来抄利未记，啊，就我们家里面就抄利未记。啊，创世纪的时是拜托迄个林牧师因这个家庭啦吼。啊，启示录我就拜托这个。蔡长老啦，吼，因两个包头甲尾安尼啦。啊，咱其他的人吼，咱会当选。啊，诗篇的部分吼，咱你若想讲，哎，我年纪较济，还是讲我写字较慢，啊，我就负责诗篇。啊，诗篇你毋免吼，150篇总抄啦。你检查你抄3篇、抄4篇、抄5篇拢会使，哦，拢会使啦。啊，希望讲每一个人拢会当来抄啦。哦，啊了，咱会当伫感恩节迄个时间，咱会当我会甲定起来啦吼，甲定做一本安尼，做咱的迄个这一次吼，我们购堂以后，啊就在软体方面，我们至少会抄一次，整个把圣经抄一次啦吼。啊，咱要摕笔，还是讲遐个纸吼，咱会当甲迄个小技术摕吼。啊，咱看伊个顶管有写讲安怎写，第一纸会当空起来，就是要写迄个第几节啦。哦，第一纸遐，啊，咱伊个就是对正边写过来。掀过来共款，拢为正边下过来吼，由右向左一起直的啦吼，直写的吼，拢安尼嘿，毋是横写，咱直写。啊，咱看是看啥呢？看和本吼，啊和本内底吼，伊无标点啦，和本的标点拢标伫边啊啦。
啊，你会当甲标点，也是讲你要看迄分伊好本吼，拢规个拢写甲密足密的啦。啊，其实吼有诶，你会每一个要有分段啦。啊，分段的是你毋知影变哪分段的是，会当上网看迄个新标点的好本新标点的，也是看台语的圣经。咱莫差不多，毋是要抄台语啦，是抄好本。啊，但是伊分段就是其实照迄个台语的分段啦。啊，内底吼，因为内底好本内底吼，咱即马普通伫用的毋是新标点的吼，像讲诗的部分啊，像咱出来记伫读摩西伫写的诗吼，伊个拢甲写做伙啦。啊，但是诗其实拢一句一句吼分开啦，有分开，像诗篇一样会有分开的啦。哦，啊，咱会当看，啊，无你著上网查啦。后礼拜我会去甲买迄个新标点，买几本倒来吼，会当看卖咧啦。哦，照样看吼，多谢。摕吼，较甲迄个小技术摕啦吼，小技术摕遐有别个买倒来。好，这是咱的来分组小组的分享。